8月2日，伫嘉义市立棒球场有棒球比赛，也阁有球迷登去了后，是发现讲伊的手骨头乃疼疼，伫面前问讲，敢有别人嘛安尼？差不多有30多人讲因同款有这款情形。市府即马是怀疑讲，可能是塑胶椅啊的扶手互日头晒甲变质，全穿，才会害球迷去撸着。下晡伊是已经请厂商去顺啊，会甲有问题拢总换掉。坐伫外野区，球迷真欢喜翕相，记录2日暗时这场伫嘉义市立棒球场进行的备战量统一赛之前，等去做了后，其实发现手筋的感觉擦擦真疼。手是大概在前臂的这个位置，双手都有这个刺痛的感觉。是，对。那我以为是我自己的感觉，结果小朋友也跟我反映说，他也是有同样的感觉。民众讲，伊甲囡仔拢感觉真擦疼，也毋过无明显的外伤。也有网友伫当地面册社群反映，高场看球的5个人，等去做了后，手后翘擦擦真疼。文章解出来，至少30名在场民众回应有相关的情形，有人向民意代表来投诉。希望给球迷一个更好的这个观赏的品质跟服务，所以这部分我们是绝对会强力要求。市府回应，今日6月8有人反映过，当时无找到确实的所在，即摆民众所在可惜大部分在13类瓦郡外野区。检查发现有一罐椅来枪花，表面真粗，研判是即区无扎日头的布棚，枪花常常予日头拍到，氧化所造成的。长期的日晒雨淋的状况之下，可能整个表面上比较光滑的那面，可能也许有受到一些雨水的侵蚀，因为现在雨水其实都有含一些弱酸性的部分，民众这样子接触下来会觉得比较粗糙，然后感觉到不适这样子。球场捌伫3年前翻修过6000多块椅仔拢换新的，就拢伫报告期间，市府讲过去大部分是职棒2军比赛使用，入场的人较少，球迷大部分坐伫较未拍到日头的所在，较未发现问题。2日暗时比赛，因为入场的人数较多，外野区也未少人坐伫遐，才确认是这个所在的抢花有问题了后，会请厂商甲椅仔全部拢换新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